请阿姐大家平安。平安。天父恩典真正大，伫在主日开始，咱做伙来学乐天父上帝恩典。咱当举起你的手来学乐咱的上帝。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你日的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有存，无在会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甲伊带，互咱阮的拢无散，开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乐，归声应声，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邀请下做咱做伙起立，甲身边的人，咱做伙来宣告，咱着学乐，咱做伙起立请安良好，咱着学乐。啊，准你脚头较袂爽快吼，无徛咧无要紧。啊，准你身体啊，准我欠安吼，无要紧，再来学乐无要紧。咱着学乐。咱永远确定，用天父恩典真正大来学乐咱的上帝。恩典真正大，你日的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有存，无在会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伊传，互咱阮的拢无散，开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乐，归声应声，好天地拢总相共。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因为当咱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伊的恩典够也难用。主的为你我心。
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时，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的温柔到哪里有？为爱我心世境，完全软弱的时阵，耶稣讲我的温柔到哪里有？主的话真的我心，相信的引导我。平白无事人中有我的路，因为主已为我梦，伊的温柔到我有，只要是伊的温柔到呀我有。是上帝稳定教也咱用，因为上帝讲，伊是咱的困难，伊是咱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除你以外，你天定我所以我，除你以外，你地上我所流乱，除你以外，是一对一我划算，除你以外，是一对会互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渐渐的衰退，总是上帝是我的归来，是我的福分祈求。除你以外，伫天顶我无所以我。除你以外，你天定我所以我，除你以外，你地上我所流乱，除你以外，是一对一我目屎，除你以外，是一对会互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渐渐的衰退，总是上帝是我的归来，是我的福分祈求永远。这时，请会众起立。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这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
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这时，请咱游玩徛地，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听痛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恳求你即时甲阮伫地，帮助阮开拓阮心灵的目睭甲耳孔来亲近你。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将超越的疼甲稳定白白赏赐阮，互阮会当成做你所疼的囝儿女。每一天，求你的话时时来充满伫阮的心，当阮面对生活中侪的挑战甲困境，当阮看见黑暗的云打来，心灵软弱无气力的时，求主用慈爱双手热看保护阮，光照阮头前的路。今仔日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求主圣神坚固每一个人的心智，勇敢来行出旧的过去。阮相信主的气力要临到，阮相信伫阮流目屎软弱的所在要看见你的阳光。阮相信伫阮欠缺中间要看见主奇妙双手所要做的事。阮相信伫阮惊吓孤单的时，要体会主的陪伴，甲阮同行。主啊，阮要静静听你微细的声，阮要日日想，体会稳定的滋味，互阮用感谢、用信心来回应上帝，跟对主的脚步，做主合用的器具，荣光爸的名。即时，阮也要为着今仔日去野外礼拜的花舞堂主一学，求主赐因有平安的脚步。最后，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阮所爱的土地、城市，向主恳求。主啊，只有你是全地的主，求主的公义临到伫每一个需要光的角落，需要去改变的所在，甲需要你扶持的家庭内面。求主祝福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正做阮的帮衬。感谢主，只是听阮同心的祈祷，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咱三甲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8篇，我来摕兄姐来译。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温定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下面，咱要请永和太鼓队为咱来献奏。今仔日因要献奏的歌是《幡然曲水》。
句是一种真特别的日本鼓。太鼓伫日文的意思内底是一款大鼓，常常出现伫日本大大细细的祭典中间。太鼓的声真有气势，只是就请咱用咱的心准备来欣赏真古锥可爱的太鼓队献奏。好，准备哦，来。去睡，在每一天当成首赞美，让我们举右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摇摇摇呀，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路亚！让我们举右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摇摇摇呀，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全人我们焕然去睡，在每一天当成首赞美。因着恩典全人我们焕然去睡，在每一天当成首赞美。让我们举右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摇摇摇呀，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路亚！让我们举右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摇摇摇呀，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
手啊，举着手，然后拍拍手手，拍着肩膀，还要肩膀，我是公主，让我们扭扭摇摇，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路亚。1、2、3。感谢永和太鼓队带来这么活力好听的献奏。卡拄啊，大家敢有认真去听？有。因所献奏的节奏敢有共款？有。因为太鼓都是要训练节奏感，左右手的肢体运动，甲团队默契，达到健身的效果。请厝里若是有壮年的可爱的老大人，拢欢迎伊来参加。这时，咱来读上帝的话，圣经伫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7节。咱遮个话的人，应该着担待话的人的软弱，毋通求家己的欢喜。咱逐人着互厝边欢喜，互因得着好来建立。因为基督也无求家己的欢喜，就是照所记载讲，人软妹你的软妹有够伫我。因为早所记载的，拢是要教示咱才来记，互咱对吞论、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盼望。愿赏赐吞论安慰的上帝，互恁大家同心志，照基督耶稣，互恁一样心、一样喙，荣光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所以，着三接纳。亲像基督也有接纳恁，递到荣光归伫上帝。过来有第2位的圣经，第2位圣经是伫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到31节。28节，拄起遮个外事，阁有一项逐日缀我。就是体证教会看路，自随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自随着大，也我的心无亲像火倒啊。我若不着夸口，就要夸口关系我软弱的事。主耶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永远通学老的，知我无白贼。这时，请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伫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到30节，请咱用台语来读2遍。自随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自随着大，也我的心无亲像火倒啊。我若不着夸口，就要夸口关系我软弱的事。自随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自随着大，也我的心无亲像火倒啊。我若不着夸口，就要夸口关系我软弱的事。咱用华语来念一遍：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献的诗歌是《愿你得高举》。
讲道，请牧师。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咱拢是风中的蜡烛。将时间交予王牧师。兄弟平安。咱拄则看到圣歌队的献诗以外，咱嘛阁看到遮个长辈的太鼓队。咱感觉逐个人的献诗献奏，感觉好啊无？搁一摆甲因拍一个扑仔咧，好无？虽然逐个人拢伫咧学罗上帝，但是真要紧是有遮个人伫遐，有遮个人伫遐。来，咱来看今仔日咱礼拜中，伫即张图，可能才有一寡人你拢真熟悉，才有玛丽莲梦露。迄个行对遐过的时，然后裙全飞起来，伊都爱暗调的，迄个真水的姑娘。然后才有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才有李小龙、Bruce Lee， 这拢是世界的名人，这拢是互人真欣赏的人。总是遮尔水、遮尔英俊、遮尔勇壮，互人欣赏的，因的性命却真短。中间有一个音乐家叫做 Elton John， 伊伫个人生的中间有唱一首歌，一首歌送互两个真要紧的人。第一个，伊送互玛丽莲梦露，伊36岁的时过身去。伊吟这首诗，亲像风中的蜡烛。迄个诗歌讲，对我来讲，你的人生在活在经过，亲像风中的蜡烛。你的性命，伫真少年的时就烧了啦。总是你的故事却还阁留伫遮。玛丽莲梦露36岁死，遮尔互全世界敬爱。侪人伫咧追随的一个影星，36岁，无拍算，当伊死的时，迄个时12岁的另外一个查某囡仔，戴安娜，
听候伊大汉了后，有人种游园伫伊的壮士，甲伊献即首同款的歌，亲像伫风中的蜡烛。但那死的时，游园36岁。李小龙遐尼勇，我第二个囝罗家，伊是学音乐，嘛伫咧教音乐，但是伊心内的英雄就是李小龙，伊即摆伫咧练武术、练举重，哦，练到要亲像李小龙差不多用要活啦。一个音乐的人，但是伊伫武术这边即个只跳悬跳低，Bruce Lee。李小龙伫20几岁，伊就会当拍倒全世界各种舞台顶面的冠军者，总是32岁，伊就倒咧，无阁爬起来。各位，毋知你对这你有想着啥？对这我看到的是人啊，无论你偌勇，无论你偌缘投，无论你偌水，无论你偌青影。有可能伫瞬间你就无阁爬起来。人啊，你甲我，咱拢活伫一个变化，变化甲你是你无法度通家己掌管、家己控制、家己管理的人生的中间。无论你是啥人，无论你是啥人，无论你偌高，有一日。听到红单若到位，你会发觉，可能一个简单的感染，你就无阁爬起来。敢若一个对感冒开始，有可能你就出代志。以赛亚40章安尼讲，有人的声讲，你着喊发，你着喊发。有人回应讲，要发啥？迄个声甲伊讲，你着发。竟然有迄去的，拢亲像草。伊的水，伊的美容，亲像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真水真香。咱若逐摆去爬山，定定迄个野地的花草会吸引咱的目睭。总是真水的花草，念伊就高大去。人啊，你着喊发，发出来声会提醒你家己，发出来声嘛会警醒听到的人。要发啥？人啊，你的性命亲像草，早起时无生，闲时就高大。你看到倒边遮一个老阿伯啊，呀，你看到正边还一个高大的花草。逐礼拜六暗，咱拢有人来甲咱装塔教会，花拢真水。然后这样用了后，咱的圣洁干事伊就真好意，拢对这个遮就甲搬落去1楼。拜六暗插起来真水，拜2、拜3、拜4还佫真水。到拜4了后，你会看到这已经开始淡头坐落去，佫落到规涂骹。然后叫你摕转去摆当恁厝呢，听买无？无人买，因为已经高大了。即个看到讲人啊，你的性命，亲像插山里的花，亲像路边的草。早起是无生，当时也佫是少年家，即马讲已经年老啦，尾部秃头啦。哎呀，这个叫做人生。当咱伫咧讲这时，圣经的目的毋是要互咱，毋是要甲咱带入去哀怨迄边。圣经的目的是要甲咱带去讲，这是一个事实。人啊，你要注意，这是你的性命的状况，所以你着珍惜，你着会晓珍惜你抑佫勇壮的时，抑佫珍惜你会当行路、会当步土豆的时，你会当经做一寡代志。你抑佫伫你的精英的年，经听人甲人连接，然后做一寡社会需要，服务社会，然后用安尼来报答你生命的主。
所以传道书讲，就趁你少年的时，认捌这个主，这个主的教是你智慧生命的智慧，通好把握人生的每一步。若无时间紧紧直过，拄则师会带咱读保罗予咱的书信。保罗写予当时罗马教会批，今仔日要写予咱的永福教会。伊即个则安尼讲：信心坚定、坚强的人，恁就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因的重担。唔通干那满足家己，信心坚强的人啊，唔通干那活伫家己的内面，信仰家己认为家己袂歹的人啊，唔通干那拢也搁咧顾虑家己。你若感觉你当时，你感觉你也搁是上帝啊，感谢你，互我安怎样的时，请你会记得即句，你要把握即个机会，想到你身边有啥物人较软正，你的手就爱伸出去。伸出去，毋是要共关东关西讲，你太会遐卤，你太会遐饭桶，你太这也袂晓，迄也袂晓，毋通信心坚定的人，伫各方面勇壮的，你手伸去时，来我甲你牵一下。有的人讲毋免，你嘛讲啊无，我借你牵一下，你互我牵一下好毋好？你互我牵一下，然后就勇壮的，甲牵软正的两个人边边行过。人生各种的危险甲需要，信心坚定的人啊，信心坚定的人嘛会当讲是，你即句也搁少年，所以少年人啊，你就起来，跟外头来辅助一寡已经年老无方便的人，分担因的重担，毋当干那满足活伫家己的内面。每一个人都爱为着身边的人的需要来设想，每一个人爱起来，伫咱抑阁会动的时起来，为着身边的人的利益来设想，建立共同信仰的生活。哎呀，保罗实在是对咱真好，每一个人安尼起来，我真感谢上帝。对4年前，我来到即句，咱教会的活动差不多加1倍以上。其实教会大概门若拍开，也阁有一寡是完全拢毋捌的人，伊随时会入来，随时会入来摕物件。有人毋捌的，嘛会走来3楼做一个祈祷了就出去。活动若多，进出的人捌的毋捌的若多，其实迄有一个危机是教会物件会放弃。迄有一个危机是教会物件会拿来拿乱，因懵过了就走进去，懵过了就走进去。但是我要讲感谢上帝，所以咱教会勇敢直直学习，直直拍开，咱教会出入的人拿来拿多。但是恁感觉，逐摆恁若进入教会，你感觉教会物件整侪也无整侪？真整侪。咱出入的人足侪，但是每一个来遮用过的人，因要离开的时，拢搁甲整理甲真整侪才离开。所以门拍开，哪侪人伫遮咧进出，看见一个效果。咱已经变做伫遮咧使用教会的人，哪侪不管有熟悉无熟悉，伊毋是干那来咧消费，伊毋是干那来咧使用。因消费使用了后，因要出去，因会全变做天使，搁斗3工帮咱整理咱的教会。所以咱要讲感谢上帝，咱的教会直直咧看见这个水的面。所以才会看见讲，咱的永福教会直咧提供别人伫需要的中间，需要了，这个人就会回应、帮赞、斗鼓手。因为这个是咱的教会，这是咱共同的家。兄弟，信仰伫咧帮赞，上帝听你，上帝听我，上帝听咱这软正软弱、无完全的人。圣经佫伫咧提醒讲，人啊，你都要爬起来，爬起来紧的，信心勇壮的、坚定的啊，靠活力的啊，恁着紧看身边有啥物人的需要。
然后咱紧来帮补，咱紧来陪伴，担当因的重担，然后互因三甲伫即个上帝信仰的氛围内面来起做一个共同生活，搁较水的生活的体。讲伫即个遮，恁都爱忍耐，忍耐是啥？咱毋通想讲伫教会出入的人，逐个人拢真好，无影。伫教会出入的人，拢是无完全的，拢是罪人。啊，若要照保罗的话讲，伫万人中，我是罪恶中的罪魁。所以若安尼来讲，伫永福教会遮出入，迄个上歹的人是啥？王仔财。罪人中的罪魁就是徛伫遮，因为有足侪物件该做我也无去做。我原来要请求公开请求咱所有的人原谅我。恁可能无人法通相信我的记忆偌歹，我的记忆足歹，但是我的理解力真好。恁逐摆若看到我的手，我拢着爱暗钱记真侪物件。记起来了后，连伊我佫袂记了。我咧记你一个名，别人可能记2、3摆就记的，我可能记300摆，我佫袂记你的名。我记忆足歹。阮遮高中的时，中中毕业的遮，逐个人凊彩全校，敢若你一个人无考大学。你知影阮迄个时读到连厝边的遮，逐个人拢有即个共同的观念。阮做阮咧斗阵的时，逐个人厝边隔壁无熟悉，就是无熟悉，因为逐学期咧换同学。成绩歹的就落落去，成绩好的就跳去。逐学期拢咧换到身边啊，同学是啥物名？有当时啊都记袂好的，就坐伫你边啊，这就搁换班去啊。然后伫遐无论安怎样背，考试考了歹，若爱背我拢考了真歹，就是安尼。我是伫即款的遮尔歹的条件内面，我咧做牧师。啊，你毋通想讲哦，我踮即个遮。这牧师哦，哪敢若咧开水龙头咧，都敢若拍几尔，都直出来，拢毋免看稿，迄拢靠理解尔，毋是咧靠记忆。记的物件伫遮，连伊遮落去我都阁袂记了。所以有时我若拢袂记你的名，请你原谅我。有时你若讲你送牧师物件，你毋通甲牧师讲，牧师我送的物件你有食无？你送我我随袂记，我当心都袂记，我定无顺人甲我徛打卡。啊，这个物件是啥人送的？我知。啊，你才对1楼尔，啊，即摆起来到7楼，啊，你都袂记，我真正袂记。啊，就当面送我这两种足熟。啊，你叫啥人送的？毋知影，想无，完全想无。所以这个是我。所以，伫人的中间，每一个人有个优点，每一个人有伊个缺点，但即个咱甲统合起来、夹起来，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画面。这咧讲啥？这咧讲到，当你勇壮的时，你帮补别人；当我软弱的时，拜托你来帮补我。然后咱逐个人拢无扣分，逐个人无计较，夹斗阵，这个家庭是水的，这个教会是温暖的。咱有羡慕即款的家庭生活无？有吼，所以拜托，幸福甲不幸，干那即个功课尔。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不幸的团体，拢是我认为我好，然后我咧找别人的问题。啊，你好的所在，你咧找我的问题，即个团体、即个家庭、即个婚姻都破去了。幸福的、快乐的。其实，逐个人拢共款，伫遐嘛有优点，嘛拢有缺点，只是讲角度互动的角度无共款。互动的角度是，若会幸福、会温暖的，是我的好来补你的歹，你的歹我拢无要提起，你的歹我拢无要提起。然后，逐个人家己好的一部分摕出来用，安尼夹起来，迄个就足水。来讲，所以伫即个遮，伫甲人三甲生活的时，就学忍耐。忍耐到尾后，要互人看见，伫即个遮互相的得到鼓励，然后互众人看见望。OK， 等啊，20几岁时进入伫英国
皇室的内面，做查尔斯王子的夫人，伊对一个平民进入到伫王宫。王宫内面发觉伫王宫的生活真打扫，袂当创啥，然后伊就家己突破，伊用一个平民的身份进入到伫王宫内面，突破王宫内面真侪禁忌，人家规定你这袂当创，你做一个王妃这袂当做，迄袂当做，伊偏偏不信邪，伊就去弄，然后弄出一条路来，伊甲即个王室。英国的王宫的人带入去伫平民的中间，伫非洲的中间，伫艾滋病的中间，伊直直去做遐个祖先的工。但是迄毋是传统英国的王室伫咧做的工。伊家己怎啊？佫入去，伊对平民入去到伫王宫，佫伫王宫，佫家己走出来，是家己走出来，帮补王室。高高在上，甲人民脱节，迄个壳伊补起来。但是伊久长伊甲查尔斯，伊的感情真无好，因为因真长的时间，因两个几乎无夫妇的生活，所以就走出去。伊也佫伫咧找伊的爱，所以最后伊死伫车祸的中间，36岁。咱佫看另外一个，伊伫1997年8月30日发生车祸意外过身。规工后有另外一个真要紧的人，是我影响我真要紧的另外一个人 ，Mother Teresa。并且伫迄年1997年9月初5，差5天了后 ，Teresa 修女过身去。Teresa 修女，伊对南斯拉夫的一个非常的庄卡囡仔有啥物未来？庄卡囡仔逐项条件拢歹，经济歹，学习歹，会有啥物通甲人比拼？总是伊对少年的时，伊就立志。伊听到有人对印度转来的这个宣教师讲到印度送乡的代志，然后就立志讲，将来我若大汉，我嘛要去印度帮忙遐个送乡的人。所以伊就去读册，进入修女的训练所，然后出来，伊就去到伫印度。伫印度的天主教的修会一段时间了后，伊开始嘛搁弄体制。伊讲敢会当放我家己一个出咧外口？我无要干那踮遮祈祷、读圣经、灵修、扫涂骹。我感觉外口遐侪人，逐日面对死实，无人关心，无人陪伴，无人照顾。咱的修会敢会当放我出去？无可能，修会迄拢违反修会的规矩甲传统。所以直直弄到尾啊，面顶到尾啊，互伊感动，特别讲好，你出去，总是你爱家己负责你家己。伊讲好，伊出去，对遐开始伊立志，伊一世人敢若用耶稣的迄句话讲，你的一生去帮补上美世的一个人。所以逐日出去，伊就做一项工。今仔日我拄着上歹命的一个人，我要帮衬伊；今仔日拄着上艰苦的迄一个人，我要帮衬伊，我要救伊。所以定定拢去甲迄个要死的人，怎甲叫人甲派转来，然后开始照顾，然后真侪人感动，都开始去用奉献、用支持，所以就成立一个仁爱之家，然后到伊死，全印度几若百个慈善机构，伫伊的手设立仁爱之家。然后伊是一个平民，佮进入到伫全世界，包括共产的国家，对遐个王讲，恁都爱关心，都爱疼惜，都爱有预算去关心恁家己国内社会遐上基层的人，上艰苦歹命的人。
只要看到两个女士，拢对平民出来，拢有机会行入迄个皇室，拢对因讲话，拢也搁伫咧敲车听，伫咧付出听，然后才有变，才是两个故事。到最后 ，Teresa， 伊要领一个世界互伊的奖的时，伫飞轮机顶看到侪人咧食飞轮机顶的食面好啊歹，袂歹，特别是迄个人要颁发迄个奖互伊，要互伊迄个商务舱，伊坚持不爱，伊要去做迄个经济舱。伊讲你遐商务舱的钱遐，你原来互我要摕转来，互我的祖先的单位通用，因为阮欠钱。然后伊搁去甲航空，伊搁去甲飞轮机顶的人讲，伫即个飞轮机顶的物件遮尔好食，遮尔澎湃，啊，侪人拢无啥食，就单调，敢会当？甲遮个飞轮机顶食无了的物件，款款的，我摕转来互阮遐个食。飞轮机顶的人讲，透有可能，伊毋相信，伊就去到航空公司讲，敢有可能？即个来一站，我拢有遐祖先的单位，甲遮个打包了后，好好处理，然后送去遐个单位，互因遐歹命人通食。所以人封伊一个，伊是乞食中的乞食。1979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伊毋是政治家，伊毋是任何的家。伊是一个有疼心的上帝的天使，想属世间人的。因为有啥人软弱，我无软弱；有啥人跋倒犯罪，我无心急啊。其实你甲我，咱拢伫两正软弱的人生的旅程，咱真正当时要拄着代志，拢毋知，所以。徛伫即个观点甲信仰的提醒，我毋敢对你歹，因为今仔日我对你歹是表示我比你若敢若较好，我若敢若比你较少年，我若敢若比你较勇壮，但是当时要出代志，换我变做磕骹判相，毋知影。我今仔日笑你，搞不好明仔载换你来笑我。所以基督教提供即款的信仰的基础是，咱着彼此相听。有啥人软弱，我无软弱啊！咱遮个老的常常拢讲一句话，食老你就知，小拄会着，对毋对？所以毋通笑遮个是大人。咱若看到遮个是大人，哇！看到安尼90几岁，还佫遮古嘴，哎呀，佫逐个人笑啊遐。即摆若要叫伊莫来教会哦，有一日李梅老师若无要办哦。因即中间一寡人会摸咧哭，我甲你讲，因为原本因是无路通走的人，即摆有一个永福教会出来了后，因伫遮已经遮尔习惯，遮尔快乐，即摆遮若动起来的时，若无钱通佫办落去哦，啊，遮课程无法度开始。你要看讲，咱拄则他妈话较大细声的阿信老师，台湾阿信吼，少年人学音乐的节奏的，然后来背遮个老曲曲的。然后现在开始伊嘛安尼真生硬，阿信老师多谢你来帮忙阮，阿信老师有一个你若变做足大牌的时，换你爱纪念阮，永福教会这个才互你大汉。啊，这个叫做啥？这个人生互相啦，这是互相。你帮忙我，我帮忙你；你陪伴我，我陪伴你。你还佫少年，你少年袂晓，我教你，我陪你。你少年毋知影，我提出老士大人付册钱。有一日你大汉毋通骂士大人，有一日你大汉你爱敬爱士大人，因为有人拢会老，会大汉会老。所以伫遮就是讲，咱伫勇壮的时啊，陪伴有一日咱会软正；咱伫少年的时候，有一日咱来陪伴，咱真正会老。
所以留伫咱头前的，咱来敬爱伊，因为因付出。今日伫即个遮，感谢主。圣经拢直直咧提醒，咱是一个有罪的人，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所以互相彼此相听，互相扶持。即款的话伫咱的圣经的内面足丰富，互相感恩，互相迄个陪伴，互相照顾。我想即款的互相的意思是来来去去，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想伫安尼，咱都要直直做，做到。咱倒落去，甚至直直做，做到咱互人误解，那么也阁要阁继续做，因为这个付出、陪伴、照顾，这个是咱圣经真要紧的教导。这个是我来请立梅老师、立梅总干事，过来甲咱讲几个故事，好毋好？伊伫咧讲故事，比我较贤讲，所以，OK。PPT 呢？来 PPT。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因为伫遮所做的真美势，把它全部拍，对，第一张，还有几个字，再秀一下。好了，上一页。好，头拄则听到牧师讲，伊记忆真有限，我欢迎伊来报名太古队吼。OK， 好，伫遮我要真多谢顶礼拜咱的囡仔吼，教会接纳伫即个遮做伙来敬拜阿罗上帝。即礼拜有咱长辈伫遮来敬拜上帝。侪人拢是第一遍借着即个机会来甲教会，我想这就是咱听上帝、愿上帝听人的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愿上帝帮咱的教会大做即种代志。侪时阵，咱可能毋知影到底咱平常时拜一到拜五，咱到底是咧做啥物？真多谢一年一遍的机会伫即个遮，互大家小可了解。我常常拢有一个真大疑惑，就是讲圣经甲咱教导价值观，就是正手做的莫互倒手栽。但是伫即个世界，常我顶礼拜我拜五到去做评鉴，评鉴你要做啥物？就是你爱成果报告。所以真侪人甲我讲恁圣经无下时阵，所以你所做爱互人知，所以我伫遮有时阵，特别是讲要来甲人讲，你着做啥，你着做啥，恁已经做啥物，你甲我讲，你甲我讲，真侪代志真歹讲，因为侪拢是人的故事，即个故事毋是我甲你讲，你就想要奉献，所以愿上帝帮咱，愿我今日所讲的，毋是为着要互人知影，咱做啥物，是要互一个平衡，就是。伫众人的面前归荣耀互上帝，这我知影真清楚。假使今仔若毋是上帝，互咱教会有即个听心，甲即个看见，若毋是互咱伫即个遮拍破我一个观念，我从以早就感觉有钱人无可能有听心。但是我伫即个遮，我请甲牧师讲，我看见有钱人真正有听心，这是我久长来几十年以前的一个真大的观念。但是无义务讲伫上帝内面，咱会当拍破即个观念。咱有看到咱的囡仔，搁来，我要讲一个囡仔的代志。即个囡仔呢，伫咱即个遮对开始到即嘛，得要2年伊的家庭真复杂，爸母拢有问题，囡仔嘛有问题，总共有4个。即个囡仔呢，咱长期拢有深入伫关怀家庭，因为我深深体会到，家庭若无改变，那囡仔一个甲教。咱甲教一工2点钟、3点钟，回去马上就无啊。所以我有一个望伫即个咱永福教会过程，就是我要深来深入家庭内面，真正去关怀甲陪伴，这是我想要做的。感谢主，我真正有看见改变。这个家庭的改变是侪人的参与，无管是主入学，无管是咱的兄弟姊妹。来遮斗3工间带尤其是咱的资源真侪放伫内面，无管是冰箱啦，无管是眠床讲到眠床这项代志，我要特别先讲可能我会去讲到一个人，但是即个人望你毋通甲我见怪，因为无讲这项代志，可能我无法度讲出来伫今年6月份的时阵，即个家庭有一天甲我讲，老师伊拢甲我当作是因母啦但是即个囡仔的妈妈，所以我是
敢若因阿嬷去啊吼，伊就甲我讲，因即个妈妈来甲我讲，老师，阮兜吼，你敢找有着迄眠床啦？我讲你眠床要创啥？因为阮兜6个人吼，阮兜6个人拢长期困伫一间房间。啊，你甲我讲吼，迄囡仔大汉袂当困做伙，但是我无眠床啊咧，我就变啊分开啊。我讲哦，你爱眠床？伊讲嘿，啊，你敢知影倒来要找迄眠床较俗无？我讲哈，要眠床哦，佫较俗诶哦。哦，我着较紧去找，我着找洪志明执事。我讲即边遐变怎？哦，眠床需要了。伊讲无要紧，你去问看爱偌济，拢我负责。你讲你实在真诶吗？我可能买一个普通诶，因为迄个爸爸甲我讲，老师你免买伤贵诶啦，买普通诶就好。迄社会局诶送我吼，拢安尼占几啊年啊，都无去啊啦吼。啊，所以买迄就好，我歹势佫甲你摕较济。我甲志明遐讲，志明遐人伊安尼讲，伊讲毋通哦，咱互人哪会当讲迄几，哪会当讲迄占几年都无啊？吼，咱要给他最好的。哦，结果我去找上班啦，我讲安尼敢袂使哈？伊讲。因为我伫拍算，硬忙会当困较久。伊讲无要紧，就是要给他最好的，就是要给他最好的。所以这个过程我深深感谢这个家庭伫即个遮，我有看见因的改变。无管是因翁仔某的关系，无管是因母仔囝的关系，我伫要遮要讲因母仔囝的关系，有一天，这个妈妈歇斯底里抓狂来催我。老师开始一个哭到我怎甲带去隔壁哭？哦，伊就哭，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我毋知我即个囡仔4岁是对不起，4年级是安怎吼？已经青少年的反抗期已经出来啊！我最近发觉伊变甲足侪，拢无要听我的，佮甲我骂啦！啊，我会当我吼袂晓算命，但是我安尼算，我就知影，因为即个家庭的妈妈真行吼。啊，所以伊一个哭一个哭，后来讲好，我甲你处理吼。迄个下晡我就带因囝。写课写了，写功课了，我甲伊带来。伫即个讲话过程，囡仔甲我讲，伫我的记忆力内面，今年4年哦，今年升5年级，伫个顶学期，伊甲我讲，我无记忆，我妈妈甲我抱过，我毋捌感受到我妈妈甲我抱过。吼，我讲哦，所以有哪讲有哪哭甲安尼一个4年级的男生，我讲好，那你希不希望跟妈妈会当恢复感情？你敢知影妈妈真正疼你吗？哦，伊听佫甲哭甲安尼，伊点头。我咧想理智上伊知影，但是感情上伊无法度了解。后来我找妈妈讲，我甲妈妈讲，即个囡仔讲你毋捌甲抱过，但是你来接囡仔时，我发现你真正对伊有真侪歹敢骂吼。妈妈较开始哭讲伊甲即个囡仔关系，以前伊的婚姻的问题，所以伊对即个囡仔有偏见。所以我甲讲，我会当要求你，甲你斗相共一项代志无？你甲即个小孩子对不起，去甲默默的。伊讲好，我讲你真正愿意吗？他说我愿意。所以我就甲囡仔佮带来伫个办公室。哎哟，两个某咧开始哭甲安尼。所以伫迄个上学期末的时候，我有一个亲子座谈会，我看因规迄安尼，伫咧做伙安尼欢喜做伙在那玩游戏的时候，我怎啊甲迄张相片翕开？我真正哭，我甲牧师讲，牧师，这就是我毋望看到的一个家庭。所以侪人我要讲的，我即摆要讲的，毋是讲我会当做啥物，但是我感觉上帝会将伊的感动放伫我的内面，愿上帝祝福。过来有一个家庭，伊真需要一台2手机车。我2手机车已经送2台啊，即摆还佫1台，为什么呢？因为我顶礼拜日一个新的家庭来，嘛是共款4个囡仔，2个翁仔某。拢是查甫的我去因兜甲看，哇，这个家庭实在真困苦。我甲讲，你是安那一台机车拢着爱佫载来载去安尼啦你敢无法度佫买一台？伊讲老师我即摆只有阮翁伫做工课，因为我着爱顾囡仔因先生做临时工，但是去园林上班，迄个做囡，迄个妈妈着爱甲迄个上细汉的还袂上课，即个2岁囡仔，甲因爸爸甲载去园林，佫转来。伊其他的囡仔若要下课，伊就去甲载。即门先生也要倒转来，就去骑一台机车，就去园林，佫甲载倒来安尼。我想我艰苦，我讲好，我一定会替你做这项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咱，我伫即个遮抛出这个问题，就是讲我需要有一台2手机车。OK， 好，来下一页。咱的囡仔今年虽然只有13个，总共10户，但是内面足侪迄特殊的囡仔，
它失真了吼，看到吼，右边咱的右边迄个图内面有写着吼，咱有更生人的囡仔，嘛有一寡过动很严重，甚至拢食药的囡仔吼，这个囡仔的过程吼，真侪无一定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学习障碍有智能问题的，也有情绪障碍的。我会记得我拄开始的时阵，我有请了一个人，甲伊邀请，因为我就烦恼，咱的小朋友较特殊吼，有的家庭拢是更生人的家庭，拢无伫教，甲因弟弟甲伊拢关伫因兜的眠床顶，甲爸爸做伙，安尼过了已经伫个国小1年级，一个礼拜国小1年的时阵，我甲伊讲，你头毛什么色？唔知影，头发是黑色，牙齿是白色，你要相信无？我惊一个，所以我较紧忙找足侪人来甲伊斗3工。结果有一个人，我去邀请伊，伊甲我讲，我邀请人来，我甲伊带来到咱来教室的时阵，迄个囡仔哭一个钟，伊甲我讲，你要叫我教这种孩子哦？伊句话，互我会真深深体会，为什么咱的父母会遐尼侪艰苦？为什么咱真侪父母讲着这囡仔，伊拢无想要讲话？因为介侪人已经拢伤着因的心，虽然这毋是我的囡仔，但是我的心已经感受到迄种困难，所以我伫遮嘛要感谢，有人用你的疼，有人用你的支持，有人用你的祈祷，有人用你的奉献，有人用你的陪伴，伫遮陪伴到遮陪伴过这群孩子，我要甲上帝讲，愿上帝纪念你。虽然咱这样目前还佫有一寡欠缺，好，来下一页。咱要来看咱遮长辈吼，头拄只因拢坐伫遮，足足已经即要40了，这队已经即要40个人啊，即要40个人。我要讲的就是讲，头拄只牧师你讲，假使咱若有一工吼，这若停了，伊毋知考无，有人甲我讲，你怎么好停哦？迄风台吼，你得爱补课哦吼。伊讲吼，我遮无，我毋知要走迄倒，我感觉足好耍的吼。侪见证拢伫内面啦吼，我今日要特别讲到咱中有一个英福教会牌迄个下骹迄个华妈妈吼，华中心老师因即是因妈妈吼。伫个10月底的时候，伊就讲伊要去台北，伊要去台北。丽文老师，我袂当跟来啊，靠呢，我好喜欢这里，我好喜欢这里吼。伊是一个真活泼90几岁的一个长辈吼。咱咧看吼，我最爱看的因的笑容，互相陪伴，互相淡仔哭，互相淡仔支持。伫这个遮咱是一个多元的。头拄则咱毋知有看到无吼，徛伫后壁一个即大身迄个啦，迄个阿良啦吼，伊无到65岁资格。佫有一个诗婷坐伫遐，伊嘛无65岁资格。但是咱佫有一个姊妹，伊嘛还袂到65岁。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甲牧师讲，牧师，有人讲伊无资格，牧师讲，既然是因需要，都拢有资格。所以咱就打破，让他们进来。哎呀，真好！我看到咱遮长辈，特别是我，这个过程我真侪突破。来遮我学着真侪多元性的接纳吼，所以咱伫即个遮毋是宗教的多元性尔，咱伫个咱的社经背景，嘛有人可能毋捌字，嘛有人可能读册读甲一规牛车，但是咱拢坐伫个遮，OK 好，耶稣要医治人的时阵，拢无甲讲你好歹，你以前做偌济好处，你甲我讲，我甲你医治，无，德瑞莎修女。你帮衬一个即要死的人，伊嘛无问讲你以前做甲遐歹，我无爱甲你斗3工，都没有。在这个地方也一样这个融合非常的好，所以因拢进步足侪。尤其是诗婷的妈妈，常常甲我讲，伫迄内面交食饭钱上侪就是伊。等下500、400，一个加即要1000，我甲讲你千万毋好甲我交这个钱，我收着你的钱，我着艰苦心，因为恁两个拢是去扫地摕着钱的，安尼100块伫。伫收，你千万毋好我钱。伊甲我讲，老师，你若无要甲我收，我无要互诗婷来。因为伊伫即个遮找着幸福，找着信用，毋是找着宗教。伊讲你即个信用，互伊帮助足济。所以老师拜托，你着爱甲我收这个钱。你敢知影？我逐个月甲伊收的是，我逐个月感谢，逐个月艰苦。所以有一天，伊10月初伊来甲我讲，老师，我搁来啊。我讲你，伊讲无要紧，你钱甲我收来，但是我需要抱抱。因妈妈是一个拜拜，拢无啥物无啥物读册的人，伊竟然甲我讲，老师，你只要抱抱我就好。我今仔去甲摸开，伊就开始哭。一个遮尔侪岁人，我毋知影原来伊真正需要这个。所以求上帝帮助，其实是咱伫即个遮所做的
做，但是讲开甲人比起来，咱真少。但是要深度，上帝拢知影。伫遮真多谢真侪兄弟姊妹甲咱斗相共吼。来下一页。我甲牧师讲，牧师，咱两个爱做甲去共借钱吼，所以互我借钱迄个人嘛是在现场吼。到即摆已经借到要2-3年啊，钱拢我无法度还人。真侪人讲你都做政府的事工，毋是钱真多吗？我要讲甲要开始做事工的教会讲吼，你着拜托吼，预备金摕好吼，因为到即摆目前咱教会1箍拢还袂摕着，吼，已经伫要11月份啊，吼伫即个2-3年的当中，我深深体会到，知识会互人自高自大，但是只有爱心会当造就人。你是倒一种人？愿上帝祝福。以上。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基督的教会。咱伫咧努力对耶稣的脚步行，有一日咱嘛会老。所以咱感谢上帝，互咱的社会有定，每一年10月最后一礼拜，宗教纪念主日，这个纪念宗教的主日。咱来改革教会、革新教会的同时，然后咱望咱会当伫即日会奉献，做永福教会支持社区服务的工作。实在是有太侪故事通讲，因为时间干若要讲遐济啊，伫主的名。咱三甲来读保罗小罗马的一句话。保罗直直咧讲，着传福音，着传福音，但是福音要安怎传出去？咱用华语斗阵来，好不好？预备来。所以，为了荣耀上帝，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荣耀上帝，你着彼此接纳。安尼意思是啥？伫咱的中间，逐个人拢无相像，年龄无相像，个性无相像，对一项代志的体会经历无相像，逐项拢无相像的下面，但是咱要成做永福厅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也阁有一个理想，但是我毋知迄个理想当时会当实现。伫我目睭前，我看到真侪长辈一世人辛苦了后，子孙拢出去，然后家己一个住踮这个厝内，已经70岁、80岁，甚至90岁，还佫家己一个，还是2个老翁某仔住伫遐，足危险。有人甲我讲，牧师啊，真孤单，咱佫袂当随便互人知，佫袂当甲子孙讲啥，家己一个已经直直咧老化，子孙拢无体会到迄项。当时要出代志，拢毋知，敢若咧等当时出代志，心拢真急。有啥人跋倒犯罪，我心袂急啊。有啥人家己一个踮遐咧单独生活，做牧师的心袂急啊。但是佫拢袂当创啥。上帝若互我有机会，我想要甲遮个单独生活拢甲捡起来。这避风上欢喜啦吼。捡起来啊！就怎踮遮住，踮遮食。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听，每一个人拢需要听。拄则有听到李美老师一句话无？真辛苦，思婷的爸爸妈妈。你知影思婷的爸爸逐摆来载思婷的时，踮外口踮来教会大门口踮吵。我叫倒转来，我你稍等下，你甲我徛踮遮。思婷即马衰咧了啊！伊是你的囝，嘛是教会的囝。对今仔日开始，你袂当甲思婷骂，袂使甲思婷吵。因老爸怎啊讲？踮仔看我，煞咬你。所以你看到因爸爸即马来到教会，毋敢吵思婷。因妈妈甲我揽的哭甲，牧师，他有即世间有即款的所在，他有即款的所在，当接纳我的
囝，我的查某囝伫外口去过偌济所在，拢共赶做，拢互人无欢喜。竟然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的查某囝全伫遐，真安全，看落去真安全。然后阮爸母会当安然去做工。所以你看，妈妈摕一个100块来交，然后甲丽美老师讨啥？我需要抱抱。一个60几岁的人需要抱抱。咱的教会伫咧做即款的工，因为请咱拢爬起来，身边有足侪需要。请对当开始袂当佫讲一句话，讲永乐教会无咧做工，永乐教会阮遮即几个领钱的做甲真辛苦，阮嘛需要恁的鼓励，对毋对？甲阮拍一个拍仔。真正永乐教会，咱伫各方面咱拢伫咧努力，但是咱还佫无够，所以亏欠上侪是我。OK， 愿上帝赐阮祝福，互你有伴，互你甲人的关系好，互你的身边拢有人，有人欢喜，甲你三甲生活，上帝听你。真多谢，伫即个过程的中间，直直有斗相共的遮的人，伫入来到伫遮，伫咧斗陪伴小朋友甲陪伴长辈遮的人，有你们真好，我们都省了一份的焦心，包括。下晡时若抑佫你若抑佫有淡薄仔时间，拜2的晡、拜3的晡、拜4的晡、拜5的晡，你若会当来陪伴小朋友，该梳头梳咧嘛好，互伊一粒糖仔嘛好，然后伊就感觉即个遮加遐侪人伫咧听阮。我想有你的参与，大家会过得更美满。咱三个来祈祷，愿主会听伫阮的中间，互阮伫即年纪若侪。上帝甲人若听阮，因为阮伫遮有努力伸出阮的手，去陪伴、去帮助、去安慰、去鼓励、去起做生命，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下面请请青少年团体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认识你真好。
主真好。下面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21首。圣诗第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坦道理。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求圣神来帮赞，请下座。请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请起立。请坐，这时来奉献。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下面请牧师来介绍甲报告。
咱今仔日毋知有一寡亲属伫遮无？我拄则有看到迄个姚斌甲因朋友伫遮即马转起来，先离开啦吼。好，有代志先转去啊吼。OK， 毋知还佫有新的朋友无？哈？哦，来，只有一个朋友哈，来，请起立，互阮拍一个炮仔来好无？哦呀，阿仙对无？这个姑娘叫做阿仙，对毋对？善恶的善哈 ，OK 好的啊，欢迎好，多谢。迄个咱即马拜四吼，拜二、拜四、拜五长辈活动，拜二已经拢差不多坐满啦。拜二6楼遐拢坐满，拜四的广告队、太鼓队嘛拢满，拢无位啊，所以若有人要搁入来吼，拢无法度啦哈，空间拢满。拜五运动也阁有淡薄仔空间，拜五运动也阁有淡薄仔空间，所以这个长辈的工吼。OK， 迄个今仔日咱有2台游览车出咧外口迄个野外礼拜，注意后礼拜德南教会可能有那3台游览车会来咱遮做礼拜。德南教会后礼拜100外个人来遮。所以呢，请注意，咱今仔日安尼都差不多，咱都已经做到70%满。后礼拜差不多中即个所在，咱都尽量留互因。但是咱家己的人爱较早来做礼拜了哦嘿，莫讲人客拢早来伫遮，咱家己的人怎迄个千万安尼吼。OK， 所以后礼拜咱有人客。请咱所有中级同工咱拢主动来做迄个，甲人招呼，甲人握手，主动甲人握手哦嘿。所以后礼拜我会甲德南的主席董牧师三甲主持即个礼拜。礼拜一个足到了，牧师甲团队规个同工，阮都爱随时去餐厅，因为嘉亲文祥因后生伫台北做医生，则无闲。临时敢若切一个时间，转来遮迄个结婚，阮去餐厅甲因主持婚礼。初七有要举行中会，冬季中会，请咱为着中会施工代祷。感恩节已经到，咱今年要需要迄个有要迄个火鸡大餐吼。所以，若假使你有要捐献火鸡的一只火鸡1900块，你会当伫公布栏遐签吼咱会当互感恩节当时11月最后一个主日，咱有迄顿的感恩节大餐更较丰富咧吼。所以即摆已经捐来食，人仍管捐来食，也佫有可能，也佫即摆若落去，你也佫有机会捐。真侪活动，请咱家己看，特别。我直直咧鼓励遮个大专生尽量爱参加咱中会办的迄个大专神学研究班哦嘿。迄个伫即个遮圣诞节已经到，圣诞咱有11月21记者招待会伫艺术馆遐，然后24伫火车头，今年伫火车头圣诞点灯伫火车头，然后咱迄暝佫有百人合唱。对后礼拜，注意后礼拜暗时8点，咱就开始，过来连续3礼拜，咱有要圣歌队的练习，国教会圣歌队的我来百人合唱。今年我若要唱哈利路亚 chorus 甲迄个快乐颂。22，咱圣诞节12月22下晡，要伫县政府头前迄个广场要有圣诞节园游会，有要摆摊位。咱教会有6担的摊位伫遐，国教会总共有44担。所以咱教会，我要鼓励你，若会当的时，倒买一寡原油券，互你的朋友，带伊鼓励伊去遐参加福音性的研油会。伫遐咱5万用较软性来传福音，所以遐有通啉，有通食，有通活动佚佗。12月22下晡4点到6点，伫县政府头前遐。我想有真侪物件，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家己看。伫遐拢有灵修，请替教会祈祷。
请来参与教会各种的活动，多谢。下面咱来吟圣诗，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护士，满心欢喜。救主用保护西外前去。但我爱保养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保养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伫风雨飘渺中，上帝是你人生坚定的照伴。伫你不安惊吓的中间，上帝要牵你的手，直直向前行。就倚靠上帝，就用信心来跟缀伊的脚步，因为地主的人有福气。但愿三位一体上帝因带赐福你甲你的家，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请坐，别倒，等下请青年斗衫工才会顾，规划八楼。